Hello， 大家好。接下來嘅幾分鐘，我只講重點，我就係要教你成為一個狠人。開始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《鬼谷子》呢本書？呢本書揭開咗一個頂級真相：世界上嘅成功人士點解成功，從來唔係聰明，亦都唔係運氣，而係佢哋可以徹底跳過情緒呢個環節。喺現實中，好多人一世勞勞碌碌，冇咩作為。其實輸就輸在俾情緒操控自己，而真正厲害嘅人早就將情緒呢樣嘢徹底踢出自己個人生賽道。係《鬼谷子謀篇》入面講過一句超級通透嘅說話：聖人之道，在隱於匿，非獨忘人，亦且忘己。其實好多人都睇唔明呢句古訓究竟係咩意思。今日我會同大家講得直白啲、接地氣啲。書中所謂頂級智者嘅修行，唔單止係唔會被其他人嘅情緒影響，唔會理會人哋嘅閒言閒語，同埋喜怒哀樂。最緊要係可以忘記情緒，收起自己嘅情緒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唔俾自己嘅脾氣、委屈、唔開心拖累自己嘅判斷，耽誤自己嘅目標。我身邊有一班創業成功嘅朋友，佢哋通通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係嘴夠甜，識得忍讓，識得包容，從來唔會同身邊嘅人爭輸贏，互相頂撞。你以為係佢哋性格好、脾氣好，其實大錯特錯。呢啲全部都係成年人頂級嘅做大事智慧。因為係成功人士嘅世界裏面，佢哋認為自己嘅喜怒哀樂、委屈不甘、一時脾氣根本一文不值，完全唔重要㗎。佢哋從來唔會將負面情緒發洩喺其他人身上，更加唔會同人爭個面紅耳赤，因為佢哋深深明白一個道理，就係情緒一上頭，理智就會清零。當然，成功人士唔係冇情緒，佢哋只係將情緒好似開關咁握喺手入面。該開就開，該關就關，慳翻嘅精力全部擺落目標上面。所以我真心勸大家，每日起身第一件事，唔係刷手機，唔係抱怨生活，而係問自己一句：我今日究竟要達成咩結果？當同任何人交談、做任何事之前，首先問下自己：我想喺呢段相處呢件事入面得到咩收穫，達成咩目的？當諗清楚目標之後，就拋開情緒，拋開面子，拋開執着，一切為結果讓路，用最穩嘅方式、最遠嘅身段，不惜一切去達成自己想要嘅一切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下集同大家講點樣可以做到。下集見啦，拜拜。